弟兄姊妹平安，歡迎大家嚟到聖經主線大追蹤讀經計劃。我哋鼓勵你而家聽一次，然後喺中午或晚上打開聖經再讀一次，讓我哋一同建立每日讀經嘅習慣。今日係7月4日，經文係記載喺以賽亞書66章1至到24節。今日嘅主題係上主將差遣幸傳者往萬國傳福音。讓我哋一齊聽下今日嘅經文。耶和華如此說：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腳凳，你們要為我做何等的殿宇？哪裏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耶和華說：這一切都是我手所做的，所以就都有了。但我所看顧的，就是虛心痛悔，因我話而戰兢的人。假冒為善的宰牛，好像殺人；獻羊羔，好像打折狗項；獻供物，好像獻豬血；燒乳香，好像稱頌偶像。這等人揀選自己的道路，心裏喜悅行所憎惡的事。我也必揀選迷惑他們的事，使他們所懼怕的臨到他們。因為我呼喚，無人答應；我說話，他們不聽從。反倒行我眼中看為惡的，揀選我所不喜悅的。你們因耶和華言語戰兢的人，當聽他的話。你們的弟兄就是恨惡你們，因我名趕出你們的，曾說：願耶和華得榮耀，使我們得見你們的喜樂。但蒙羞的究竟是他們。有喧嘩的聲音出自城中，有聲音出於殿中，是耶和華向仇敵施行報應的聲音。錫安未曾劬勞就生產，未覺疼痛就生出男孩。國豈能一日而生？民豈能一時而產？因為錫安一劬勞，便生下兒女。這樣的事誰曾聽見？誰曾看見呢？耶和華說：我既使他臨產，豈不使他生產呢？你的神說：我既使他生產，豈能使他閉胎不生呢？你們愛慕耶路撒冷的，都要與他一同歡喜快樂；你們為他悲哀的，都要與他一同樂上加樂，使你們在他安慰的懷中吃奶得飽，使他們得他豐盛的榮耀，猶如擠奶，滿心喜樂。耶和華如此說：我要使平安延及他，好像江河；使列國的榮耀延及他，如同漲溢的河。你們要從中享受，你們必蒙抱在肋旁，搖弄在膝上。母親怎樣安慰兒子，我就照樣安慰你們。你們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。你們看見就心中快樂，你們的骨頭必得滋潤，像嫩草一樣。而且耶和華的手向他僕人所行的，必被人知道，他也要向仇敵發怒恨。看啊，耶和華必在火中降臨，他的車輦像旋風，以烈怒施行報應，以火焰施行責罰。因為耶和華在一切有血氣的人身上，必以火與刀施行審判，被耶和華所殺的必多。那些分別為聖、潔淨自己的，進入院內，跟在其中一個人的後頭，吃豬肉和倉鼠，並可憎之物，他們必一同滅絕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我知道他們的行為和他們的意念，時候將到，我必將萬民萬族聚來，
看見我的榮耀。我要顯神蹟在他們中間，逃脫的我要差到列國去，就是到他施、普勒、拉弓的路德和土巴、雅原，並素來沒有聽見我名聲，沒有看見我榮耀遙遠的海島。他們必將我的榮耀傳揚在列國中。他們必將你們的弟兄從列國中送回，使他們或騎馬，或坐車，坐轎，騎驢子，騎獨峰駝，到我的聖山耶路撒冷，作為供物獻給耶和華，好像以色列人用潔淨的器皿盛供物，奉到耶和華的殿中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耶和華說，我也必從他們中間取人為祭司，為利未人。耶和華說，我所要做的新天新地，怎樣在我面前長存，你們的後裔和你們的名字也必照樣長存。每逢月朔、安息日，凡有血氣的，必來在我面前下拜。這是耶和華說的。他們必出去觀看那些違背我人的屍首，因為他們的蟲是不死的，他們的火是不滅的。凡有血氣的，都必憎惡他們。今日嘅主題係上主將差遣幸傳者往萬國傳福音。上主在全地掌權，並且要來審判大地，審判萬民，用憤怒的烈焰來施行懲罰。之後，以色列的幸傳者要受差遣到萬國去傳福音，宣告上主的榮耀，使萬民歸服。盡心思考，喺總結嘅呢一章入邊，上主點樣對待嗰啲作惡嘅人，以及忠於主名嘅人呢？我哋睇到咁樣嘅結局，對你今日做決定有乜嘢幫助同埋警戒呢？親愛嘅弟兄姊妹，願我哋讀聖經嘅話，亦思考聖經嘅內容。願上帝嘅話祝福大家。再見。